生活常態嘅五行萬事形式體制景象組合過程中，相生嘅規律係眾人屬性於木元素，而社會屬性於火元素。社會係由眾人相聚所組成，而眾人喺社會中互動時會產生各種嘅摩擦與衝突，喺過程中會散發熱能嘅頻率震動，隱藏住成長法則嘅功能。所以眾人相聚組成社會呢種形式體制景象嘅過程，特性嘅含義屬性相同於木生火，而社會屬性於火元素，規律與法則屬性於土元素。由於要制止同平衡社會中各種嘅摩擦同衝突，而創立咗各種嘅規律與法則，喺過程中隱藏住生化作用嘅特性，呈現愛嘅法則。所以喺創立各種規律與法則呢種形式體制景象嘅過程，特性嘅含義屬性相同於火生土，而規律同法則屬性於土元素，教育屬性於金元素。為咗要延續社會中規律與法則嘅精神，所以創立咗各種教育嘅體系。而喺教育嘅過程中，要靠時間嘅熏陶沉澱人嘅思想，令人領悟學識。過程必須經過時間嘅熏陶與沉澱，當中隱藏住吸引力法則嘅功能。所以喺教育中，令人領悟規則嘅學識呢種形式體制景象嘅過程，特性嘅含義屬性相同於土生金，而教育係屬性於金元素，愛屬性於水元素。喺教育培訓學識嘅過程中，衍生咗各種形形色色嘅愛，過程就猶如水分或液體，形象漂浮不定，但係擁有滋潤同分解嘅功能，隱藏住平衡法則嘅作用。所以喺教育中衍生愛呢種形式體制景象嘅過程，特性嘅含義屬性相同於金生水，而愛屬性於水元素，人屬性於木元素。由於喺各種形形色色嘅愛中，大家互相關懷同體諒，過程特性嘅含義就猶如生命呈現生長同循環嘅特性，隱藏住自然法則嘅功能。所以喺各種形形色色嘅愛中，眾人互相嘅關懷同體諒嘅過程，呢種形式體制景象嘅過程，特性嘅含義屬性相同於水生木，而眾人又喺社會中連續互動嘅過程，呢種特性嘅含義屬性相同於木又再生火，形成咗自動性相輔相生旋轉嘅規律。而生活常態嘅五行萬事相克嘅規律係眾人屬性於木元素，而規律與法則屬性於土元素。規律與法則係由眾人所創立，所以眾人控制住規律與法則呢種過程形式體制嘅景象，特性嘅含義屬性相同於木克土。規律與法則屬性於土元素，而愛屬性於水元素。由於喺執行規律同法則嘅過程中係無情可言，所以規律與法則控制住愛呢種過程形式體制嘅景象，特性嘅含義屬性相同於土克水。愛屬性於水元素，而社會屬性於火元素。各種形形色色嘅愛係令社會衍生包容同體諒，而令人活得和諧互動嘅泉源。所以愛係駕馭住社會嘅核心，呢種過程形式體制嘅景象，特性嘅含義屬性相同於水克火。社會屬性於火元素，而教育屬性於金元素。教育核心嘅意義
係要令社會保持和諧順利嘅運作而存在。如果冇咗社會嘅存在，教育就冇咗意義。所以社會控制住教育呢種過程，形式體制嘅景象特性嘅含義屬性相同於火克金。教育屬性於金元素，而眾人屬性於木元素。教育係培養德行同愛心嘅泉源，所以教育控制住眾人呢種過程，形式體制嘅景象特性嘅含義屬性相同於金克木。喺生活嘅常態中，五組萬事形式體制景象嘅組合，就係以呢五種相生相克嘅規律同相輔相成法則嘅體系，令我哋可以活得平衡而和諧咁處理喺生活中萬事嘅矛盾、摩擦、衝突同發展運作嘅過程。